9月18日下晡的大地震造成花莲玉里甲富里的灾情，有6仔厝是放弃，也有骨落座桥断去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特别去到东部视察，希望会当赶紧恢复民众的生活。苏贞昌今仔日也拢来针对着这连续事故，来甲2位县长会实的。 本地3层楼的老厝直接放落来变2层。花莲玉里一间一贯道的寿道院，因为18下晡的地震落落来，住伫内底教育黄小姐拄啊好，互查某孙仔叫出去，躲过灾难。本来是要上课的，听课啊，然后我又被我子女叫出去，才免这一场灾害。那如果本来是要上课的话，里面大概会有多少？100-200人呢。 老厝倒去，桥嘛放弃，花莲富里的轮天大桥就是其中之一。点啊加路别开，桥断去，两华富里角倒溪出入要加40分钟。因为我们这边护理的人哈，那前面我们大概有将近50-60公顷的田是我们护理在做，那周西的人呢，他们会到这边来消费。 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联络道路。花莲灾情严重，行政院长苏贞昌19晚到的时阵来到花莲视察，花莲县长徐正伟希望中央会当有重建经费的支持。苏贞昌表示，伊会尽力提供地方支持，嘛对昨暝灾害应变线顶会议无信号的代志，甲徐正伟会实的。总统和我都不知道，还有地方连线，甚至于有关我们地方的同仁在现场。 所以没有特别请讲话这是作业上的疏失，很抱歉，应该要改进。苏贞昌表示，中央地方合作会赶紧幸福华东的居民入便平安的生活。记者林世豪、张学水花莲报道。